澳門匯聚傳統與創新嘅城市，東西方文化融會貫通。喺澳門理工大學，我哋培育高瞻遠矚嘅未來領袖。喺澳理大，我哋提供多元頂尖學科領域，涵蓋資訊科技與人工智能、大健康科學、語言翻譯、藝術創意、工商管理以及人文社會科學，讓學生喺唔同範疇全面綻放。澳理大透過多元學習與共享成長，培養學生多維能力以及國際視野，奠定終身成功嘅基礎。以創新教育為核心，透過協同項目同前沿技術，突破思維模式，尋求實現解決方案嘅途徑。好奇激發創新，將想像變成現實。澳理大聚焦高新科技、大健康、可持續發展、語言及藝術領域，推動突破性創新，讓科技服務人類，讓創意無限綻放。超越邊際，發揮影響力，連結全球文化同經濟。透過先進語言工具與教育，我哋連接世界，開啟全新視野。我哋積極服務社會，保育文化遺產，透過科技豐富社區生活。憑藉人工智慧賦能，開展各類創新研究，智能技術重新定義。人工智慧賦能嘅策略性跨學科研究，激發重塑未來嘅潛能。呢度唔單止係一所大學，更加係孕育未來創造家嘅地方。重新定義技術格局。澳理大喺橫琴延伸辦學，喺澳琴國際教育大學城設立新校區，顯現更大機遇，接軌全球高等教育同創新世界。由最初夢想嘅花火，到令人自豪嘅成就現實，澳理大培養激勵世界嘅領導者。澳門理工大學綻放無限可能。